李治廷同埋 Janice Man 齊齊出席活動。原來佢哋較早前分別都去咗歐洲㗎。不過 Janice Man 就用咗2個禮拜空檔時間去咗旅行。食咗好多，咁我依排就積極減緊肥啦，因為呢一排開始忙緊電影嘅宣傳，咁就係咯，着衫都肥咗啲啲咯。你同邊個去啊？嚇？同邊個去啊？咁冇啊，我自己啲朋友咋。即係同自己啲 friend。係啊。有冇男朋友份啊？冇計嘛？點解唔同男朋友去？冇咯，因為冇男朋友。冇咩？你嘅冇咩？有啊，之前有㗎，有個。分開咗啊？唔知。咁即係你而家單身嘅？之前有男朋友咁，我記得有嘅。即係而家變偏單身㗎。唔知啊，唉。做乜迷茫啊？你嘅情路有啲咩出錯咁迂迴曲折嘅？迷茫中啊呢一排。做咩啊？你想同佢分手啊？唉，唔好講呢啲住啦。而李治廷較早前就係去咗米蘭做代言工作，期間佢仲試咗一塊全生牛肉添啊！好好食，好好食，好好食。大家不服第一次大家唔好試下，到時大家肚痛走嚟帶我。冇，但係咧，我之後問過人，其實安唔安全咧，原來係非常危險嘅，所以我係特別好彩冇事，但係所以大家唔好試。